先开始来看前两天，拜六礼拜北部的天气是各湿各凉冷哦。也毋过今仔开始到拜三，因为东北季风减弱，水汽减少，会小可回温，天气就会较稳定。也毋过这礼拜哦是各有2波的东北季风，第2波影响会较大。对拜四开始，这方面就会开始落雨，一直到礼拜日咯，天气拢是无介稳定。 前2日北部拢在落雨，今仔日东北季风有小可减弱，水汽嘛减少。但是中央气象署表示，自这礼拜开始又搁有2阵东北季风，第一阵是对明仔载拜日开始，但是影响的天数较短，气温变化无大，落雨嘛较少。各地依然是维持早暗较凉冷，日时较烧热的情形。到了礼拜三，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一些。 那整个温度上面来讲，不会有很明显的回升，但是云量上面会稍稍增多，所以在北部的山区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的状况。自拜四开始，因为受到另外一阵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这风那边水汽的增加，北部东半部会落雨，尤其是拜五甚至连高温都无到20度，也那中南部有关是维持好天出日头的天气。到礼拜四，整个东北季风又再度增强。 北台湾会转为湿量，我们从雨量预测图就可以看到，整个北台湾的雨量是比较明显的。那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间歇都会下雨，那新竹以南大致上是稳定的，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有新竹以南地区可能就要注意温差大的情形。另外，气象署嘛讲到，明仔载开始因为季风的影响，沿海含外岛会有8级至10级的强阵风，海边风影较大，提醒民众去到海边活动都要注意安全。记者林秀凯台北报道。